全澳嘅 3G 網絡今年6月5號咧係全面停止運作嘅。咁大批市民係發現手機喺使用流動電訊服務時啦，出現通話功能嘅問題，因此咧到電訊公司咧嘅門市去求助㗎。唔少咧電訊公司大排長龍，引起咧市民嘅不滿。最初郵電局咧兩次發新聞稿就話咧係回應係營運商咧協助用戶轉用4G、5G 服務咧係正係有序進行㗎，亦都已要求啦有關營運商咧係加強門市服務客服嘅支援。解釋郵電局咧已與各營運商咧展開多輪嘅會議啦，督促佢咧制定一個計劃，確保咧 3G 用戶咧係順利過渡到 4G 或者 5G 服務㗎。但係事件咧持續超過1週，仍有不少市民到電訊公司處理 3G 嘅問題。郵電局咧喺12號咧先至解釋，係是次嘅問題咧係由於 3G 系統咧採用嘅電路交換技術提供嘅語音服務啦，而 4G、5G 咧則轉為咧分封交換技術。用戶咧係需要透過VoLTE 功能咧係實現語音通話。隨住 3G 服務嘅終止啦，部分未啟用 VoLTE 功能嘅電話咧就會面臨語音功能咧係中斷嘅問題。一般情況下咧，只需喺手機上啟動該功能就可以恢復。但有部分較舊型號嘅手機唔支援呢個功能，又或者新款嘅手機咧，因為其可能未預載本澳營運商嘅網絡參數啦，亦都係同樣咧係無法使用語音服務㗎。如果屬於後者咧，營運商咧可透過咧商業協商咧係爭取商用納入咧相關嘅設定，但係唔同牌子嘅手機嘅製造商喺本澳嘅產品定位同埋銷售策略存在差異，冇法保證咧係能夠達成協議㗎。局方亦都透露啦，關於 3G 退場嘅處理啦，喺3間營運商當中咧，其中一家咧係客戶服務做得冇咁理想㗎，而要求啦3家營運商提供解決嘅方案，即係零機價或者優惠機價咧係換購咧支援VoLTE嘅一啲換機計劃，就可以馬上咧係解決呢個通話問題。稍後亦都會要求咧營運商提供網絡商用嘅 VoLTE 手機清單。本人亦都收到唔少居民嘅反映啦，雖然已經有電信營運商咧提供咗免費轉台嘅服務，但由於轉台咧係唔能夠用原本嘅內地同埋香港號碼，變相令他們咧根本係冇實際嘅選擇㗎。再者咧，由於營運商咧遲遲未能提供咧其網絡商用嘅 VoLTE 嘅手機清單，令使用者咧係十分迷茫㗎。事實上，唔少長者咧使用舊型號或者特別型號嘅長者手機，部分手機就算支援 4G 咧，同樣都未必能夠支援營運商嘅 VoLTE， 導致係冇辦法打出打入電話。唔少長者亦都係家人發現冇辦法聯絡先知悉問題。幸好暫時未導致不幸事件嘅發生。今次事件反映咗政府同埋營運商根本未有為3G 退場係做好一個充分嘅事前預案。即使有預先提醒用戶需要更換支援 VoLTE 嘅手機，但仍有部分具備 VoLTE 嘅功能嘅手機其實係唔支援本澳營運商嘅網絡參數，導致即使係使用清單內嘅手機，仍然都出現咗問題。當局有必要認真檢討今次嘅事件，避免係同類事情嘅再次發生。除咗要避免問題再次嘅發生，本人更加憂心係本澳電訊嘅發展過去10年一直朝着不公平、不透明同埋不可預期嘅方向發展，明顯與今屆政府提出嘅公平、透明、可預期嘅營商環境正好相反㗎。事實上喺2011年固網專營制度開放並引入第2間固網營運商之後政府不但未能打破政府電訊特許資產獨家使用嘅壟斷局面，亦都未能夠提出10年規劃及公開承諾及早發放電訊嘅回流牌照。即使2019年建議將回流牌照分為基礎網絡同埋服務網絡2張牌照，前者係負責興建網絡同埋基站，後者係負責提供各項電訊服務。只有服務牌照就可以經營所有嘅電訊服務，以符合電訊業發展越趨多元嘅需要。呢個情況令業界大失預算同埋無所適從㗎，亦都令行業嘅發展係越趨萎縮同埋凋零，亦都難以有新人入行，令本澳電訊業嘅人才係出現咗嚴重嘅斷層㗎。本人喺度希望政府有必要把握9月特許資產同埋固網牌照到期嘅最後機會，真正落實公平使用特許資產同埋盡快發出回流牌照嘅承諾，打破同埋理順現有特許資產仍然被獨家使用同埋不合時宜嘅電訊發牌制度，為澳門電訊業發展打好基礎同埋可持續發展嘅空間。多謝主席。